乡亲好，欢迎收看村民台会，我是王小琪。我俩系到苗栗市嘅太平堂，大家看到我后背了解平质工厂已经放体约20年了哦。按当年来当地以前冇其他嘅发展，最近地方村区有一间太阳工厂，完成到俩大部嚟实厂。不过菜地见面其实并唔分样，佢哋认为俩系高污染性嘅产业，会对佢哋嘅生活带来破坏老影响。俩大部呢系苗栗市嘅北甲地区，相信看到俩后背安抢悠悠嘅茶染冻酱哦。俩边系菜地之家也有种风茶，有品牌哦，按照系鸟地风。当地农民都用心种出那个友善环境嘅乌土好茶，俩是方面皆有20人贡献哦。不过，你下菜地见面小介就系讲，当度界会发展茶产业嘅细节，系讲有俩个自从业嘅工厂而到俩大部，会产生对立么？俩也系大家关心俩个环境污染嘅问题哦。村民大会见面来到俩，会请大家共下来讲，共下讨论。开会了！好，你下讲头都来到了解太平堂该附近哦。有人说这里是苗栗眼泪最多的地方啊，有个讲呢，因为以前这里这个大平顶的旧营区哈，有多少的兵变发生在这里哈，所以留下很多的男子泪哈。不过以我来说呢，它也是苗栗口水最多的地方。啊，又用个讲呢，因为到民国90年了解中央理亏了后呢，让政府了解土地授权呢，减少2000个事件摩天摩痛吼，还大家对基有动作该讨论。以下呢讲会做嘛该计划，以下伊讲会做嘛该重启。不过道紧来讲呢，还系无结果啦吼。所以了解了解泰雅共识，完成到了片实创，将会再掀起一波的热议哦。基本就是咧讨论那个焦点。央片为大家扫界对比，第位安尼扫界呢，系苗栗市嘅市长邱炳坤，邱市长你安怎？所以乡亲太起好，迄市长邱炳坤，多谢。欢迎你抢错。第二对比呢，系安尼苗栗染金服共送发展处嘅科长邱分商邱科长你安怎？主持人、各位贵宾、各位乡亲，大家早。好，欢迎你也抢错。第三位对比呢，安尼扫界呢，都系了解完成到了片太平堂对实际工厂嘅泰雅公司嘅副总经理汪应勇汪大哥。乡亲团队大家好哦，我系上网哦，讲多多指教哦。好，你好抢错。第四位对比呢，也系安尼行业吼，扫界系安尼推扩大嘅教授罗推线罗教授你安怎？各位乡亲大家好，喺罗台城，好多谢。好，欢迎时间里边吼，记到有记到所负责推表嘅单位，也有几个专业意见会来做说明。当然，安尼现场采下嘅乡亲朋友，大家安怎？你哋好。各位看到这个大平顶哈，可以算是我们苗栗的一个明星腹地啊哈。它的古往今来又是怎么样呢？从最早在民国90年这个苗栗市的师部整个迁移之后，这个土地呢就归还给县政府所有。93年一路走到100年，将近6、7年的时间，听通的冇任何嘅开发，都放到该打磨啦哈。所以，导致邦应该是这有各种大型的开发计划，都在向中这个明星腹地来做发展，有各种样的啦，有藏传博物馆，有文创园区，甚至想要利用这里有联合大学的这样一个学术的背景，成立一个2兆双星计划。不过，安多嘅计划保密呢，都是无疾而终，又讨论。又想法，不过冇做起来。我哋看到到200年一个时间，该东西有个佛摩萨嘅纸业公司，他用8亿元标下了大平顶，总共18公顷嘅土地。不过又开发冇，还系冇哈。到203年，呢个联大八甲校区岛是先启用了哈。到104年，旧一个时间，你安凤安球的事件，你提凤乡亲都谈到讲，有一个泰雅公司为到瑞俩实创，他已经做了进驻的前置，而到今年的年初1月份的时候呢，就进行了动土典礼。当时地方很多乡亲也来关心了哈。到2月29号之后呢，厂商也召开了公开的说明会，该东西又8个3安尼采地嘅村民朋友都一起参加哈。不过大家都该
冲介选民会当，会表达某群众嘅意见。要么讲，你等研究，你下养累嘅系一个，他也个共识，这个共识都该杀到了，你提供，他该么个意见咯？讨论今天，你现在看新闻事情报道。法育평제청의 교통기 발문後看板行嘅事早就亂亂拖拖地，看唔到頭八嘢好講嘅表列嘅房當叫位，一直到廿一波嘅佢可能會有全新嘅面貌。有啲嘅公司業者對中國大陸轉來台灣，先啲美利斯南斯里可以見到啲台灣嘅體育嘅基地，經驗演出怕你通途電力，則引起地方居民嘅不滿。因為殺到嘅重工業區去張錯啊。都马会山东海岸人口密集，苗栗是最高点的地方，对我们生活品质一定有受影响。所以我们里面来坚持反对到底。我就感觉到非常的可疑。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知識也個用產業呢，就非常的冇反應啦。大家本地冇反應。現正創上無同蔡天兒先交通說明就去做儀式，故作夾到去到位衝擊嘅門口抗議，韓國嘅泡泡條，我哋表示對業者正義。在這裡也再一次向鄉親們說聲抱歉，對不起。田地業者未定應嘅大派內說明會，同鄉親講夾到為運作房子韓國目標，未針對鄉親嘅正義一類回應，未建設絕對唔會有負擔。也就是說意見，我們可以先承諾書，在這邊我們不會做。我想這一點我可以明確地給各位做說。其實居民社會係自家喺咧按點錢、按制裁嘅環境會受到破壞，南市里頭辦事認真平壤同鬧熱，無到過後年輕嘅建設，不過居民嘅生活環境一直維持同高嘅品質。故作談講，或許可能就會有呢啲工廠落來，下頭就開始反對，未實現呢。每一間工廠，每一件廠，人做了按套嘅東西一裝起，南市里都冇咧，冇效咧。你帶唔得了呀！故說我就強烈的反對，也馬後做唔得了。不是說共產黨我們就是為反對而反對，我們說你這個是重工，你這個是重商，那個就是那個咩大澳市那種你懂唔懂啊？你做我們的本市台做落去唔係一兩嘅咯，其實市台都有人按樣生產咯。現在可能會有啲嘅工廠落來，南市里嘅比例發展有在高速度關心。頭把蔡天兒對蒙地呢，我潛在南市嘅好講機。也下有新嘅廠商活動落嘢，可能會創造工作機會，帶動地方嘅發展也掉，看起來都係對南市好處。嘅蔡天兒要佢按到乜嘢應付呢？看嘢出來哦，大家才提見面對了解工廠嘅設置有當多介意哩哦。你苗栗人情府工商處嘅課長有來到了，課長愛請問其實你20年來當多嘅計劃案都送到人情府會強意到來提收，不過都冇做先講。用個講了解他也公司為實廠多了片賣多土地為做。了解工廠佢嘅性質，佢人擺會做嘅事情，還有對地方居民來講，佢條之間嘅互動，了解我呢同呢條人情府內部嘅討論，係用得起嘅嚇。基本上，我就縣政府嘅態度係愛依規、依法、依環保。也規定一切合法，我就將會遵紀也就來實廠。原來係咁樣，所以呢，就從了解太平洋嘅跳過歷史來看其實了解所在雖然講係人情府嘅土地，不過它的公民參與程度很高等於它的發展是要在每一個苗栗縣民、每一個苗栗市民嘅見證下，佢當做得做嘅。按個問題個請問你了解為了片實廠嘅，他也公司嘅副總經理，也係呢個行業汪副總經理愛請問其實來到。呢條本單係從到大陸嘅片，了解我就到台灣那個鮭魚回鄉為到了片實廠，呢條要簽過其他嘅素材麼？係多條哪條困難偏見？讀來讀去讀到了個太平洋，係呢條認為最得當、最適合咧發展嘅素材咯。在台陸轉來是因為在台灣簽當多為數啦，要簽過當多為數。都簽到了，特別都去為了工業區一地工業區體。喺啲台中講也當缺，所以我哋所最尾就決定當第一位啊！
不过你也先请问大家吼，除了个公司为了偏来做，记得会做太阳，大单用去做，你着要了解么？也系讲你着你下小解系嘛解，就讨论解了解grund头，你着想要表态意见么？先开放本大家，谈你着会小理系嘛解，好冇？请开手，好，你个开手的大哥。呀，太阳公司啊，第一个环境，为污染环境侵犯的所在，清脱，吼，嗰只工厂的清除，呀什么子？哎呀，看一下太平洋，呀南市里啊，吼，都呀下做某一支烟囱的啊都喷啊，啊，反正某工厂的啊，哦，大家带着就当好。该求个氧气啊，动发了有20人贡献，放到该大无你着财体向前，人每次都爱按打松，希望有发展投入嘞。有，但是我的希望呢，高科技，没有污染，这个东西，如果呀呢，人家南市里，迄没有的是最高配的所在，第二个空气污染，它的水源污染相当严重，我们是又在制高点，散扩的地方最大，它的毒气，我们的社区也是蛮多人的。在我们的社区也很靠近他们那边。如果远一点的话，还好一点。我们的社区都集中在这边，所以两片改环境容不得一点污染，所以有任何的厂商要进驻，都要特别的谨慎再谨慎。对对对，安用。好，现场错。个汉就向前边有意见么？了解先生。南市里啊，迄方圆千漂亮的处女地，东边有贺龙溪，西边有南龙溪，出接头新源啊新川，迄龙出好巧，一条海啊，公园的水啊，迄无按南市新源新川那个农田啊，当个嘅主要土个准桥，我还有茶咩可以倒来一水来公园啊。但是迄马公司迄个底下遐太平洋石场内加个水量，一天冇污染呀，迄龙海嗰个南市。两个向前都讲到哈。记得修那个共识，认为它会对水排放的水，然后它的空气，还有对我们在地的居民会产生影响。到底事实系安样么？做在对亲密了解讨论，让了解自行全部公开来讨论么？你对群俩种土咯吼，先为大家扫解下，到底做那个太阳吼，去俩下个现推社会，甲共从做俩太阳去甲流畅形容的心，俩简单看一下哈。其实这个过程1、2、3、4、5，大概从制程上分这几个阶段。看到第一个是密链，就是把你改橡胶块，可以把它拉成橡胶皮。我捆到体改压延，我们可以就是用够温温土冻够，还有用蒸汽高热，用到了改这个橡胶皮展延，然后拉长这个钢丝，对不对？做用走下来就变成生态成型今年个继续做，所以大家看到两片向前朋友就讲，哎呀，水会有问题啦，空气会有问题，可能系到两片去做的时间会用到药水或者是用一些高压、高温去做成这样的制成，产生对环境上的负担压力。我哋看到走出那个磷呢，那个胎压过后，它还要在这个表面的胎纹，它是有一个专利，它到末端的技术上是有一些技术在里面。所以看下来5个机舱就系做一个胎压头。台体看会到的，咱问题爱请问那个专业个共从个推标，从安个机场，所有个机场都会采你苗栗南西里那个太平洋个共从来做哈，记得向前朋友提出来个环境污染个议题，为多两片产生么呢？来说明。了主要我哋了体育团，了练教了是模拟台湾走，了目前了共创的体。也容不了那个厂房那大家报告体育团就开始教下落来压延了甲介绍个压延，佮开始有吃得多生态出来了团又做，但是做重点我哋都教下落来时间做生态出去全部出口，冇买台湾100%出口，而且水我用自来水。用自来水，我哋用自来水，小屋路，肯定用自来水去变化出来。含湿皮当背冷却用的，含的自来水来用。自来水不能按用的时间，含循环来用。温度要高啊，比冷却高，含多人用，冇排水，排水打爽啊，我哋切嚟废水就可以用啦。韩国小屋路嘛，一般的传统业
全部用重油啊，哈哈，俺哋咧用瓦斯，那中油公司顺强瓦斯，天然瓦斯。所以你到市道，你到从咧度掠片吹菜地的好处是讲，体检创业机会是安样去吗？因为因了菜地咧位吼，有联合大学里头有高职咧学校，还摆系讲，俺了健康健好啊，有安机会大家来，你我建教合作也做得，唔系做唔得吼，增加你个地方的繁荣吼，大家县政府了位也增加了税收啊，然后大家都好。所以发展唔系你都有贵公司自己的发展。环境方面，我了要保证，请大家安心啊，因为人家工厂唔系讲我了马上开就开，伊听到经过县政府的最基本的管理规则，空污染，你都用办管理合格的，我了上做天通。唔系讲你今日讲，我保路点要用唔得东西。好，感谢你，副总经理经挂保证哦，吼，记得确定唔会污染，因为你还动到法律大家规范嘅国家。安用我请问乡亲吼，公司了片讲咧吼，全部的公开透明，为大家强效咧监督。你都对安用嘅讲法有信心吗？请听收到意见表达出来。刚才你讲的你的水水呢，做回收再利用那当然想回答我们就是说，你如何的，你的用量多少？来源哪里？自来水公司同意吗？或者你的循环怎么做？你的那个 steam 就是高温的蒸汽以后回程流程这个部分你怎么做回收再利用？各位还可以你的空气的燃烧以后，一定产生二氧化碳一氧化碳那个碳酸硫类的东西，都含有其中的成分之一一定会有。那么经过下雨以后，可能会有酸雨那个东西，会飘散在周边的环境。第一个大气的污染当然水源什么居家环境那个通通歪。那么你有没有做回收这个问题？移民入嚟，南市里呢喺順農入去當然過去嘅發展有太平洋大，那一直呢生產的來源主要係農業發展，農業發展靠農產品來維生。這個在地的民眾一猜一質疑就會哪個支持到底係真係假嘅。好，全面性的反應就是這一點啦。感謝李總，你請錯，還有鄉親朋友有冇空餘嘅意見？來。了解欣賞以後，從去年開始，農村再生計劃已經開始都會實行開始有補出人家的茶葉和人家的各項的水土保持的，還有周邊的環境都開始做一個改善。當都開始發展，如唐都講有安樣嘅有高污染的行業來人家就會變做實際講對人的黎民來講，對人家的往後的農業。茶葉這些的，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傷害。從上經掛保證講冇問題，唔會污染嗎？也保證用嘅將本一度辛苦發現嘛，也係講愛經過乜嘅程序。見面對共同監督呢？共同監督有法律上責任嘛，經過法院公證嘛。這個人家都沒講有法律的這樣嘅素養，所以也。進一步的，所以你個從前嘅實下去，你都會管也唔對會用個管那樣吼。對。好，先感謝你個先生。你談到鄉親朋友吼，太體解你係對了解安樣個太陽公司嘅廠為大類嘛個化學污染係幾多少嘅，佢個人會填個廠土個少就係講做下去，幾多講都冇問題，不過才啲鄉親又會用咧監督，該休息咗。你就是從安東年的吼，太平洋大家兵家必爭之地讀來讀去，你下讀到了個太陽公司了實廠，你到見面一搶到了個事情吼，都係反對。從過去從職業要來這邊做，你都係痛判反對。你反對嘅主要原因，規則嚟講對政府冇信心，因為以往所有講說唔會污染嘅產業，到後背就一塌糊塗，收拾不了了。咁萬一到後背工廠塞落去咧？能有腳氣，我睇日來家嘅面前，買過早飯啦，沒辦法。所以講也個吼，愛安好嘅地方，安好嘅地方，愛要說保持，愛要安好嘅地方。唔講你講了安好嘅所在，安當然咧全部冇天堂冇發展啊。有，絕對有機會。有機會。愛講就縣政府，佢咩係廿碗辦過來嘅咩好嘅嗬？
非像亚文，非常其他个理性价条个观光工厂办过了，这个是大家欢迎的。以在地理位置来讲，亚岛係最高點，影響嘅面積啦，唔單止美麗，唔單止太平洋嘅，當然天嘅採過係太平洋嘅，土地停就落下來啦。一夾檔唔是講600萬、300萬都冇有嘅啦，也都係停得下來。咁另外呢，也個美麗公幹中平，也個通路、西湖西湖鄉嘅五湖，也一帶嘅方圓距離啊，全部會受到影響。好，感謝邱市長吼，講到記到新聞挑戰，好，感謝市長。所以有冇做到咯？感謝市長，咱出面的講的語言都係講冇信心反對。啱過我搞想愛請問，製造業在一個社區或在一個地域裡面發展，真的是百害無一利哈。剛邱市長也講吼，青島鄉親也講。佢都侵犯人家嘅觀光工廠到兩個地方，休閒農業又可以，觀光可以。第5年嘅工廠到兩個地方，這樣就講就，你又問，佢就第一嚟講，兩間輪胎工廠做唔得來成為兩個觀光工廠，講佢做得啊，係咪？大家嚟看啊，係咪？有冇嗰幾條毛，可唔可以？本大家嚟開放嚟做觀光啊，係咪？所以製造業不是過去傳統製造業，做得又性感面貌。聽你講，大嘅5年嘅工廠嗬，剛剛係聽佢講，因為所有嘅事情啊，就有工業嚟生產嚟講，有前端同後端嘅。前端嘅時候呢，可能就過5年個重嗬，後端嘅嚟講就同埋都一般般，就卡你講嘅廚房啊、做埋嘅菜，你講要5年冇5年，當然也要啊。但係計嚟講呢，係可以接受嘅啦，嗬。你就會咧反想到一件事情吼，你還要當到準備挑戰該從上，佢到該發展產業性，佢到底要做了好麼？我相信也係財經鄉親朋友所關心嘅。你就咧看一下好麼？相關的他山之石、他山的經驗，我們在彰化的。該片做嘅橡膠公司，到底老夫群見面殺氣嘅民眾，佢哋所顯現嘅問題係到哪位？你先來看過呢個樣片，我繼續討論。可能過去也佇彰化縣海州鄉海埔村的林內工廠內背，就斷定幾下期猶太期有個出現後和奮鬥服務的演合。佇工廠附近內，我就看得到像有為嘅田丘和個農作物。民眾無論係生活和個做事，都會長時間同工廠共下，大家都苦到講唔得。做到都不能睡覺，就常常起來，有時候快要吐啊。前陣子我看有時候會。排出來吼，那個煙啊是黑的嘛，很臭啊，那個機車啦，什麼摸下去都會油油的。也為因先生家屋卡韓國田丘就佇林內工廠隔壁，當日的生活都粗胖胖的，不過佢行卡少為係田丘都紅的作物，當日安心個為係治理佢下頭，就係冇得會有好嘅舒適，就算係雜嘅體位，不過佢冇半時歡喜。他們那個黑氣都會飛過來，他們像那個以前他們那個排氣都是排最邊啊，他們那個以前的排氣都是排最邊啊，那個灰塵都飛到最邊過來。現正係主義，單單都係鋼鐵的綠色，故作同樣嘅問題，其他農民也會遇到。把那種除掉，我頂下種一句，把那規個攏烏烏啊，咬手啊頭開哦，規個攏種烏烏就對啦，叫市場人無愛講個有毒，都唔敢用食，驚唔到拿去講。去人食了，若有啥物問題，愛去人賠償的，都唔敢賣啊。蔡天然會暗反對林內工廠，就係講生產林內嘅工廠對空氣環境含個人體嘅空氣會有影響。那個小兒科醫師啊，到時候就說：你居住的環境是不是有很多的那個廢氣或怎樣啊？不然小孩子的支氣管怎麼會經常咳嗽啦？啊，這樣子感冒啊？我父親也是因為這個肺癌過世的。不要按到嘅義務，都會認真機密，但部都看到對沿行排出嚟嘅煙，韓國要粗胖胖嘅，佢哋去澄清、抗議、抗議，唔過更要改善嘅，前面還係抗議一扎有良心麼？好，你
你跳下看到样片吼，其实厂房高高矗立在那边哈，让撒气看起来哈，好像是形成互相孤立孤绝的一个状态。还没仅仅按用士农工商没有办法在产业均衡的发展在同一块地方么？啊，大台价都现退煞回来看吼，了点钱研究咧那个台平等，大家对己的期望安深吼，大台会希望讲，了做得有嘛个发展，向新朋友出体反对之外呢，还没也有其他嘅看法，做得希望从产业来讨论嘅，抢卡手。这个小齐系么？你先抢机。各位乡亲大家好哈，我也是南市里的一个里民啦。那住在这边呢也30几年了。那看着今天的南市里，心中是有一些难过了。难过。对，因为每次看到左邻右舍的年轻人呐，那没有一个工作机会，必须到外地去。那到外地呢？或者到更远的地方，但是一旦你结了婚，有了孩子，那为了你的节省开支，你必须把孩子带回来，让你的父母来带。这个爷爷奶奶带个孙子，属于一个隔代教养。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把年轻人留在家乡，然后就近有一个机会。如果有这个工厂的设置的话，我觉得会就近的。年轻人的工作机会会增加。谢谢你这位乡亲提出不一样看法，还有其他乡亲朋友也要发言的吗？那我也蛮赞同刚刚小姐讲的，给年轻人一个就业的机会。因为我们从以前我年轻住这边有大平顶营区，有欧力旺，有纺织厂，有这边是蛮繁荣的地方。到今天大家撤厂以后，营区撤厂以后被没落掉了。刚刚小姐提到污染的问题，其实每个行业都有污染，只是重度问题，要不要受监督的问题。你今天以农来讲的话，你撒农药也是种污染。你种茶叶、种稻子也是要撒农药嘛，这是污染。重点是说，我希望这家公司能够接受一个你基本上的，就是说你要符合法规可以来设厂。第二个，你的环保问题要接受环保局的监督，跟我们全部居民的监督，要符合相关的法令。这部分来讲的话，我会支持他们来这边设厂。那我觉得我们没有反对的理由啊。按用该请问，你苗栗市甲市民投标入投标，都投标费甲立场，用个为填收了到市民咧好好监督，按你到的看法做法咧还是用办法？我讲人的看法啦，一间工厂要来也实施，真重要的要审议，做安样？他甲一律目前交通注意通共，也做真唔错的地方。你做嘛事情？人讲的客家人讲太祖太义啊，也做真唔错。你样来做，你先让在地的居民先通知一下，cái基本的礼貌。我相信也马克嘛，当时就冇做到了，冇做到一件事情。所以现为交通顺民，怎个来讨论？让也着老百姓释怀，了解人工厂一样做，唔怎可以来做。个请问，还有其他嘅市民投标，你哋嘅看法意见系冇强嘅么？你请问，你个有投标又嚟到现场哈？有人讲，新的轮胎嘛，我嘛讲，唔可以用来保证，唔可以保证的事情，也种东西讲嘅，也理事长也有提起哈，也用嘅是实际感动。最后一样嘅执行，保证一样嘅执行，也当个心态问题。个野摊唔去实场，人可以多嘅部分。你用嘅本大家，相信讲，人嘅比己较定嘅智商，唔会有产生一啲问题。最起码有人真心，他个标本，他个看呢，就已经就有安嘅存在。但是人冇安嘅问题，你用本他个，认同讲冇一啲问题存在。好。感谢秀投标意见谈到，该卡秀小姐，这位举手小姐，我们把开放的时间交给你。我们就是希望生物科技来开发，是菌草研究中心来开发，就配合我们大平岭务农这个方向，要跟整个社会的背景是协和的。你知道吗？人家福州有很多那个药草的研究中心、菌草的研究中心，我们大平顶很容易长灵芝，很容易生菌草。这个地方做菌草、做药草是最好，为什么要一个这样的一个污染的工业过来？乡亲朋友吼，记到新棍挑毒又动到该话会讲吼，冇要紧。你先协问下，杨冪高准备继续抢让政府，还有应该从重推标，好好的改善顺民。非常
家乡亲朋友个转到出面台会界讨论现场，你了下到庙里界太平堂，大家啲从平地为送来了解太平堂，了解推是上线激动万威又动假我们已经看到，现在今年度已经花了4亿元在那边做施工将来在明年7月要完工，把它拓宽成4线道将来这个通往大坪顶的路更宽、更直、更好走，以后是不是？当然，这个交通便利度就产生了吸引厂商进驻这里的意愿。我时间问题交给我们的冉景福你看冉景福困起咧对那个太平堂，其实也有计划啊。佮公路总桥修长了解台路修道，按用抬挑，就会咧好好做运输嘛你也谈到采松个向进，提一个表对反建意见讲，这个是大家要公民高度参与的共同大坪顶的发展。其实你下冇谈到出面个意见。从送提出信强，你赌对行力说是走依法行政，可是公民的参与度在哪里？这是第一点。第二题是讲到什么呢？他们对这样子的一个制造业的产生的制成的污染，那个疑虑其实从来没有被解答过。你们在依法行政审理此案的同时，对在地居民的疑虑，还有对大坪顶的期许，你有用的回应哦？基本上，县政府对大坪顶这个是采开放的，这个是开放的，我们没有主观说。引进哪一个产业或不引进哪一个产业，这个是我们是采开放的。那对于今天的一个题目，你说的开放是看谁能标得到这个土地要做什么这样其实也不是这样那今天的村民大会的题目是大坪顶的想象，那我把它翻过来，想象的大坪顶，想象的大坪顶，各位可能会有一个愿景，可能会有一个希望。当然，在这个愿景之下，我们会有。决策我们会有做法，我们会有成效。当然，今天在大坪顶上，我们不是说就马克马这家公司，我们未来在18乡镇里面，我们有一个练茶陶的一个整合计划。今年度我们要向经济部来争取整个的一个地方产业的一个发展，练茶陶的一个部分。当然，苗栗市是涵盖在这8乡镇里面的。这过去有一大片的美好的茶园，所以。不管是制造业，不管是服务业，如何取得一个均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从实际数字面我们现在马克马所占有的土地大概是5公顷将来它有没有可能在这个5公顷上，现在看起来比例是小，将来它产业的需求再扩厂或扩大它的产业计划，还是说你们大坪顶打算整块就拿来做轮胎制造业，还是有其他的产业你们要同时想象的？我刚才说过，我们是采开放的态度，我们是采开放的态度，我们不是说马克马一家公司就在大坪顶，也不是说马克马一家公司在大坪顶以后，其他产业就不能进。它的产业形态会对那里定调啊，会吗？基本上是不是会产生中上下游的一个群聚，或者是垂直或分工的整合？基本上轮胎它是比较独立的。我们从它第2压延生态定型到成品部分，它基本上没有一个垂直或分工的一个整合。它部分的制造是在中国大陆，那有部分的制造会在台湾。目前看马克马讲是这个样子。现在我认为这个单点经营对整体发展无碍啦，其实还可以兼容并蓄。我不是说无碍，是说马克马要在最严格的环保监督之下。那至于未来一些地方产业的发展，就像刚才我们市长讲的观光产业、观光工厂的发展，未来是不是可以进驻，或者马克马在制造业服务化的这个情况之下，如同刚才教授所讲的，可以走向观光工厂的这个。方向也是一个方向，也是一个方向。好，我们感谢寇总，该副总经理爱先请问一个问题啦你对公司系1天24小时在运作，差也系来来回回，请问。你就系讲有新有到啥去穷孙，了解交通新材不只是在制造端会不会产生疑虑的问题，在后端的运输显然都会对邻近的社区产生压力。你还很唔很？你就内部也会让冉政府让安尼个乡村见面好好的讲清楚。喂，你点我哋有事先做咗有咗考虑。系真紧讲，为样样到了3期按年嚟到，我哋改咗某个事件出货。某个事件做唔到出货，某个事件做咧控差落来。我个请问从你到甲公司到国际行业阿慢出名到推咧到体力准咧，也系希望对提凤有发展。你有想过冇？出体去甲线上你到甲了解体业，运用到提凤甲发展，你都也考虑。有啲乡亲还摆真系了工厂又开始咧，落嚟上班咧
大家同时，人家做咧监督咧工作，到底有爱讲啊，有到标准水准无？也爱讲青菜。还一方面，尤其我哋去做外销轮胎厂，唔係台灣來監督啲，你外國叫外國嘅買嘢嚟監督，你外國資產當任重當任嘅，啊，那安尼政府別人政府行任嘅，我掃地嘅，佢工廠呢個環境，你都管理冇好，佢係冇人唔難買，對，應該你按技術面嘅經驗來實際接觸嘅。該陸教授，我請問吼，從上該管理到現推社會吼。做得按用共創業嘅發展，你該講透過管理咧好好做，你該管理多大見面，做得參加到參與程度到多深，這個管理才真正有實際在運轉。相信吼，喺地方嘅發展嚟講，吼，三方面都要看到啦，吼。第一個當然就係講買個產業到那邊來生產嘛，吼。第二個就係講政府方面，你們來支持，你們來管理嘛，吼。第三方面當然講就係講。大概學術單位，你我們來監督兩個係唔係照兩個計劃來執行哈。所以就嚟好來講呢，你根本你要簽翻，就講就按照看啦，邱市長在那邊，縣政府也有派人在那邊，其他嘅工廠也有兩人在那邊，就係要學管理嘅人來講呢，哈，講開始就睇有簽到意見在那邊，兩個好嘅，因為管理者來講，就講講。大家都冇意見，冇意見，兩個就一定出問題嘅。個出面動關係嘛，我就講，記到兩排廠風設下去了哈，大門一關，我怎麼進得去看？你24小時產線忙得不得了，我用個口咯。所以我就講兩個產業嚟講呢，因為佢兩個產業嚟講，嚇，佢特色就講上班挨輪嘅，上班挨輪嘅嚟講，其他地方你就冇可能啦，唔可能嚟兩邊上班嘅嘛，所以一定係要個子弟兵在兩邊，嚇嚟工作嘅，所以挨啲呢，可以唔相信外面嘅人。你要麼連自家嘅子弟兵你都唔相信呢，兩個就有問題啦，係咪？你自家人都唔相信，你自家人你要相信蠻啥呢？係咪？再嚟聽你嚟就講，兩邊也清好就講，你客家人嘅最高嘅學院呢，就聯合太學呢，就在兩個地方。有人才資源哦。所以呢，佢都要有一隻，你聯合太學在兩邊，佢也有實習，有管理嘅嚟證明佢哋可以嚟做啲事情嘛，嗬。兩下統統都冇，佢哋空手練兵。都空講嘅嘛，所以產業在界入邊對本地嘅人嘅就業同界嘅同學校嚟講，要簽大嘅幫助。還有嚟講呢，對地方嚟講，佢哋喺馬路一大塊嘅時候，佢錢會哪邊嚟？如果冇產業在入邊，佢錢會哪邊嚟？係咪？你講加會哪邊加係要一煩嘅係咪？所以講呢，產業帶來兩個地方，重點係講你要問佢管理係咪？你管理嚟講呢，就有制度，所以講縣政府一直強調就講一定。依法來行政嘅，還有呢，佢要特別強調，就兩個輪胎工廠咧，一定要最嚴嘅機制同法令來管理哈。所以教授係認為一個社會還是少不了製造業，因為製造業可以帶來就業機會，穩定那個人的實力係。好，用談到教授講法，我休息中我都會請問咯。但就乎講，其實太平當係開放嘅，嚇係大家做得強下對產業。強順強榮，你嘅時裝咧，你係安樣看冇咯？一個吼地方當然有工廠會建啦，那低污染幾乎是哈，這個所謂產業的這個，不管是文創，不管是觀光的，不管是什麼樣，我們再怎麼樣，我們都是要尋求一個低污染，因為要做落去啊，幾千年半年，做落去完全冇按過呀，呀，還太綠啊，對。環境污染的要求啊，比台灣嚴格啊。他現在回來說做後面那個製程，前面的製程以後呢？哦，會不會再引回來？咩起來也殺頭嘢，就像也得做農殺，也到先做，直接拿到後背上做。那科長，我想請教，將來這個廠現在是過哈，投過，難道以後深就過嗎？這個擴廠計劃，現在苗栗縣政府的舉債上已經超過200億，到達了法定上限。這個是很失禮哈，窮縣困難多了哈。這個將來這個擴廠是你們能夠約束控制的嗎？他們在設廠之前會有一個叫做設廠環評，設廠環評的部分，如果輪胎業要拿到操作許可。所謂操作許可，不管是空污、水污的操作許可，這個部分在我們縣環保局裡面就會把這個製程，它要寫得很清楚，包括你的水是怎麼處理，
你的废弃物是怎么处理，你的空气是怎么处理，要写得很清楚。那环保局会按照现在立法院所定的环保法规来审查。那审查的过程要通过以后，才能够先送到我们工商发展处来做一个设厂。基本上我们县政府没有受到任何的压力，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关说。那马克马在当初找地设厂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一开始也不是非常的一个知道他在这个设厂，所以我们一开始都是持开放的一个态度。好，这个农业、运动产业、休闲产业跟制造业如何和谐共存，真的把我们偏乡的经济整体带动起来，得到普遍的支持。那可能係一個關鍵。你透過影片你看一下好冇？你一片菜地產業，用個做得可能到為了個產業做幾好。路線的下組石頭，大家就坐啲北港下船的2天，見色茶，見大嘴鼓，也就是啲南市里，當日都看得到嘅場景。前3年大家看得到嘅冇污啦，但係3年後咧，3年後人家都唔知啊。對啊。所以要用過年都做冇用。幾天都係用蛇啊。對啊。南市里此菜有豐富的工業類嘅成百鋪條，菜店業做主關嘅，有閒家下就去家中，就像一個太子樣嘅，3萬嘅地菜園都紅做些，按你自家設得到空氣，未有好運通。我香港人應該可以啦，喺落一片度，我就較方便啦，一開發啦。不過我講環保做好咩？環保嘛個做好，他講你嘛就是。第日還有一條很得有人地嘅私人茶道，也頭擺係南市橋火車道嘅路，也係改做騎私人茶路，串聯嘅通路韓國苗栗市區，係大家有限嘅好蔬菜。火車路向東邊塞以後，一邊就做次行茶鋪頭，也挺多人都要衛生鋪，再用頭空氣好、清好、清手茶行，除咗次行茶個也運通嘅人口以外，其他一般嘅茶一收來呀。南市里係苗栗市嘅後花園，就會認證佢有好山好水，還有良田嘅環境。頭擺佢係苗栗出產茶嘅其中嘅蔬菜，一直到下一步嘅大家為什麼老茶產業遷到進來，也嘅啲聯合大學8甲9期順風嘅示範茶葉，就會認識苗栗市必記的風茶專區。共同都想把一地方嘅一個從過甚至係農會輔導嘅產銷班。茶葉產銷班哈，因為也係原料當創業哈，一個管理哈，用藥安全、施肥啊、管養全部，就是所以說我們就從基礎的教育，然後配合我們產學合作，共同就是為打造我們茂里紅這個專區。要做茶嘅品牌，建立一個好嘅形象，佢做一個健康嘅飲料，來俾消費者使用，佢說做個無毒啊，冇用農藥，冇用除草劑。用複合肥料、有機肥料。成立產銷班來推廣苗栗市頭一個茶米品牌苗栗風茶。農會、工所、韓國社區共下3萬生產嘅農村再生計劃，希望做得帶動農村嘅發展。不過，按呢個目標，韓國想法有辦法好好實現冇？好，你講到嘅太平洋咧，總面積係24公頃，你全部南勢里係68人公頃吼。看到安泰面積嘅南勢里，其實它的環境清幽吼，從跳過嘅山羊來看，見到嘅生態維持度也蠻好，哈，它卡也有出車區，還有兩下呢又有這樣子的一個文教區，聯合大學的校區都兩大波，它看來你聖山嘅跳下又講到嘅鳥立風、貓里紅茶，這裡已經開始有一些紅茶的示範專區，都會給推展出去。所以其實你講到吼，從太平洋空太看到南勢里南擺幾個產業要做到永續發展，要好好的思考吼，你啊同大家向前嘅意見吼，你南勢里嘅未來吼，你個茶產業要帶同起來嘅時節要特別注意嘛嘅。TC 班啊嗬，風茶嗬，除非2-3年來啊嗬，做一班咗就也成立過多一下嗬。
拄吼打出名的出去的啦，吼就讲遐个风茶吼打出去的吼，遐个马可马个公司啊吼，迄讲比做落去啊吼，遐个茶吼。水太的污染啦，吼！你要吃到有污染哈？有一天有，目个有牙齿的，目个做个好个，你煮出吼，就含个木头咸得嘞，木过咸得就含要做出来啊。他就向亲朋友也意见表达出来，先开放给还没有讲过大哥，就是你啦。一个茶叶呢，我就希望讲，做到零污染。佢要不送到市农会检验的茶呢，已经做到农药零检测出来，就是所谓的 ND 啦，哈。故说也在轮胎工厂呢，如果杀到南市呢，不能交通、空气污染，尤其也发酵产品，空气污染啦、水啦这些呢，对茶园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了。南市社区呢，茶园有230家，其他农作物较少的，不过也市农会已经把这个产业呢扩大的所以我哋呢也要身负这个责任，把只茶区的做好来。好想有其他嘅乡亲朋友也会讲哈，那个阿爸，长江政府各方面政府可能数据唔合，一定会杀。那么南市里啲客人啊，老实讲，请遵从法的，各位就个唔系环保嘅民族先啦。所以讲，我想讲，数据唔合，家也要提到讲，要里面他个嚟监督，一样监督，监督唔合，地都做嘅人工监督條價，個冇可能嘅事。我就想到，讓我去數據，呢個牛頭成橋，我想到嘅法，也就佢馬公司咁順落咁大切嘅事冇嘅問題。第一條，加殺唔啲下保證唔係有問題。最後，政府盡實場。將來係本政府糾正，我改善，只是唔犯規了。你犯規，我讓嘅來講下拍就讓嘅來賠喺度裡面，咁切嘅毛，你第一條。第二，較嚴重，唔咁切嘅毛，我也就拿去法院公證。係有兩件事發生，我工廠有南市裡面可以去拆拆。干嘛？好，你意見談到咧。大家都唔係，也就無奈何嘅。但是工廠敢保證嘛？好，那個阿幫你搶錯。你個談其他鄉親朋友嘅意見好嗎？現快豐部蛤蟆廣告會整個搶那個欣賞哈。市長一啲，人家茶園將成立冇已久，亞太安尼來做下去，後面人家太甲北甲嘅茶園全部都變廢物，對不對？我茶園雖然冇好茶，我用拿磚來泡，冇香，吃得很安全。今天日本排泄下兩位長官排泄，本亞太嘅來做下去，我要茶園按樣去處理。雖然講，我要到一下冇好茶來講，我自家有泡來食。冇香頭，不過吃得很安心。至少先喝安心，所以這是你們最低的要求，不要破壞這個環境。我去年我自己跟茶工廠拿回來就賣10斤，今年我賣40斤還不夠。各位堂還有其他鄉親朋友，場地都有問題一並提出來，我們再請來賓做回應總結。這位先生，我來苗栗啦，第二大10天台已經呢，有12年，12年前跟12年後。到現在呢，還是一樣。產業當然來這裡設置，也希望大家支持。來這裡呢，有蓬勃發展。我產業12年，廣播產業到我們苗栗12年，哎呀，我真的做了以後，我很灰心。為什麼？因為我以前在台中，有沒有發展？沒有。為什麼呢？我舉個例子，很多事情來講的話呢，都必須要怎麼樣呢？比如我要賣節目，我要銷售行銷，請問我們的產業在哪裡？我們的人口在哪裡？我能不能生存？我是12年來到苗栗，我是道地的客家人，我道地的苗栗縣人，我現在是苗栗市有12年，所以我的意思講說，大家不要對立，
大家呢互相包容。所以我希望说，政府呢依法办事，而我们马克马，我拜托大家有这种余力，希望能够把余力能消除。在大陆已经管制比我们还严，难道你的前面的密链工程是能通过吗？能过关吗？好，后来我们是半成品到成品，你要给人家对内给人家让我们的员工在那上班的话，不会有什么有身体上的污染，不会有病。然后对外的话怎么样呢？要让我们居民能够安心。我想呢，大家能够政府啦、产业啦，还有民众啦，三方面三位一体呢，大家一起做的话，应该可以圆满达成。苗栗呢，明天会更好。谢谢。谢谢你提出的意见。那我们借着现在最后的时间，我们就请轮胎公司的代表副总经理把这些乡亲们的疑问一并回应。刚才李总讲的，你知道正序社会问题，你知道路路烟囱的问题，你看这些东西，我哋全部要考虑到。正序能源我哋全部恢复，做唔得按浪费比浪费体，一定冇按做啦。因为嗰个钱啊，你啊，我哋要全部做恢复，甚至一碟水，废料装落水，我哋全部下恢复上来，怎个利用？嗰水唔好看，伊可以滴做钱，我哋个管理上面，我会尽水台那里，公司也尽水台那里，会做了点，希望你来相信，也唔要讲废料，可能你低嘅就较早传统嘅，较早嘅传统业，伊嘅设备那啲设备完全冇共用嘅，我相信，都是我做起来，了到相信你要来上班过嘅，你切嚟低下丢人内容，我喊他清楚，一定会清楚嘅。所以甲乡亲朋友反映讲，係唔係真緊啲行為鋪甲款件感到到動淹，所以安尼拄唔掉咧，整個轉到台灣。唔係安樣，台六嘅工廠，你看目前台灣起嘅很多，上市公司將個建大啲全部係起很多，佢哋嘛陸續轉來，因為佢個原因薪水也來講比台灣還高嘅啦，還低嘅啦，嚇，佢嘅產業也多競爭，喺一方面我剛講得。歐洲每做兩邊方面嘅國家，善用啲台灣做嘅產品，比大陸國家當多。你講咩？台灣企業佢貪落嚟，大陸企業因為大陸做嘅東西，我老實話講，我哋喺大陸當然當囉嗦。佢哋有人嘅管理方法，拉你台灣嘅管理方法完全冇共用，所以在產品方面啦，也全冇控制。好，按照最尾版分中，你會撈幾條講嘛嘅？就講。希望相信大家好，本來啲事件，我一定會主動回應。好，感謝副總經理。按兩政府嘅課總，你個開發可能還係需要時間，長輩要強勢啦。讓政府嗰邊稍下都用個做，用個監督，用個提修。今日談到大家嘅意見不論是製造業、服務業或地方產業，縣政府基本上持開放的一個態度。那剛才的茶產業，我們也聽進去了。那至於馬克馬公司這個製造業的部分，我一再的強調，我們會用最嚴格的把關的機制，來做一個設廠的一個未來的一個設廠的一個審核。謝謝。邱市長，時間關係，做簡短總結。馬克馬係落來去，所有重污染工業都會到大平頂，那大平頂就變成一個重污染工業區。我看各位聽天由命吧。老師，你的總結。就也請同意講講苗栗天台嘅台長佢講嘅嚇，兩個大家都可以有唔同嘅意見，大家愛互相嘅尊重，大家愛整個用行動嚟愛離開土地啊，唔係講用嘴巴講嘅冇用嘅啦，嚇，某個事情講清楚，嚇，講明白，嚇，大家了解以後就可以嚟支持。錯唔錯？大家心裡都知的。兩萬用誠心來溝通，相信兩個喺度輪胎工廠，佢愛努力來做嘅。感謝你嘅思維裏邊哦，共強嘅事務冇分大細大家有為講清楚。呢種係基本嘅出面大會嘅討論，非常感謝大家收看，你再會。